来看高雄大顺三路轻铁做好了后，若要临时停车甲落货，就变甲更较困难啊。即马市府有伫咧车路边画黄色的临时停车区，不过却是有民众甲即个临时停车区当作是乌托邦停车的所在。交通大队讲，即搭位早起7点到暗时8点是袂使停车的，若违者车会去用拖走，而且嘛会食罚单。为设禁止停车黄线的临停区煞停满机车，这是高雄市大顺三路轻铁经过的路段。市政府因应沿路商店增社会甲民众临时上落车的需求，伫真侪人行道设一个黄线临停区，煞定定去互人误会做机车的停车弯。因为是有可能会误会啊，我是不晓得这个黄色的线是代表什么，为什么它是在这个旁边？骑机车人看到别人停无注意看，想讲是停车格就甲做伙停落，唔知影讲若是去互人检举，上少嘛爱罚600。13暗时，警方就伫现场查到10台违停的机车，找拖吊车拢吊走，煞引起停唔到的这民众的不满。蛮容易的啊，因为它虽然是黄线，可是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啊，你弄一个凹进去，它就是可以停啊。正常就是要有脖子才能停。民众看还无共，根据了解，大顺三路沿路临停区甲停车弯相插，有画白色停车格，则是停车弯；乃是内沿有画黄线无白线是临停区。烦恼民众去互人拖掉，有好心的人放警示语，附近的路口原来有设标示牌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条1项4款，在设有禁止停车标线之处所停车，举发取缔，并对该处之车辆执行拖吊移置。高雄大队表示，有为禁止停车黄线的区域，照道交标线设置规则，逐天早起7点到暗时8点禁止停车，提醒民众认清临停区甲停车弯的无同，以免受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